高雄林园有一间饮料店附近有一个写越南新娘的婚姻广告，这是想要赚中人钱来赚媒人钱。啊，毋过即马是互移民署高雄市的专勤队去抓到，要求伊到案去说明，而且要求把这个广告提掉，若无上当罚50万。那个红色扛棒。这间卖凉的店头门口挂越南新娘韩国婚姻的广告，地点就伫高雄林园某一间高中的对面。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员要求这间店头要把广告的扛棒全部拢摕落来，而且按标示的电话找到看广告的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到案说明，因为这行为全部拢违法。女男花费了近千元制作看板，并拜托店家暂借空间摆放，且自称旗下有10多名越南籍女子可供海选。女男到案后称，本来希望可以兼职赚外快，没想到立刻就被查获。移民署表示，这个姓李的查甫人，伊讲伊下底有10几个越南的女性，会当互人客警，想要兼做下国婚姻的中人赚外路啊。不过因为袂晓使用社群软体，所以开钱做扛棒，借店头的空间菜伫遐，已经明显触犯入出国甲移民法第58条，会面临10万至50万的罚款。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副理事长张万书认为讲，台湾新住民的人口已经超过原住民，第2代占学生总人数的1成。多元文化的社会，女性甲婚姻不应该当做买卖的商品。透过这样子广告去找到的，他们其实也常常会有个心态，就是我好像是买一个女人回家，把女性非常非常物化，然后直接挂在街上贩卖的这些广告，应该要拿下来。就是婚姻还有就是女性，她不应该是成为被买卖的一个商品。高雄市专勤队强调讲，除了实体的广告，网络顶任何婚姻中人的广告嘛拢违法。民众会当透过移民署官方网站顶悬35间有合法许可下国婚姻媒合团体来直接签订契约，用正当的管道嘛保护家己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